大家好，我是克切拉佛教中心的释小清讲法师，是尊贵的赞都古仁波切的弟子。那今天呢，继续再跟大家分享，关于仁波切的，就是生平传记中的第5章，接近尾声这个部分，就是众人眼中的仁波切。那上一期呢，跟大家分享了5位大师、5位上师们对仁波切的一些评价，那么分别是至尊第101位。至尊第101任甘丹赤巴杰逊龙热南杰仁波切，尊贵的堪苏甘竹泽令仁波切，甘丹萨基士前住持尊贵的堪苏达巴丹正仁波切，还有尊贵的加杰刚净仁波切，以及甘丹萨基士前住持尊贵的堪苏仁波切洛桑潘德的对仁波切的一些评论。那今天呢，我们继续会跟大家分享接下去的其他人眼中的仁波切。今天会跟大家分享的这几位呢，是这个是韩国人。好的，那由于图片像素比较低，所以我就把图片弄小，谢谢。那最左边这位呢，这位是甘丹萨济士前戒律师，尊敬的图登云丹善士。那他这对仁波切的评语呢，他是这样说的：堪苏拉蒂仁波切、戒律师、康村的老师、执事等，大家都决定叫赞都格仁波切前往马来西亚筹集建设康村的善款。因为仁波切不仅佛法知识丰富，也能说一口流利的英语。我们有许多上师和格西，但他们的口才都不比仁波切好。他学习速度很快，也都能掌握一切所学。基于这个原因，他们委派仁波切负责这件事。我和寺院的其他僧人制作了许多护轮和各种仪式用品，给仁波切带到马来西亚，作为筹集扩建康村善款之用。仁波切原本不想去，但当他一想到僧众们迫切需要更多僧舍等物时，他答应前往马来西亚。仁波切任劳任怨，为寺院增添许多福利。那这位是当时在甘丹萨济士尊仁波切，当年被派往马来西亚的那一个时候，甘丹萨济士的戒律师，尊敬的图登云丹战士对仁波切就是回忆当时的一些情况。那接下去呢，中间的这一位呢是尊敬的格隆善士，他是甘丹萨济士，他也是甘丹萨济士的前戒律师。那这里给大家念他对仁波切的一些看法。我在达兰萨拉初遇了赞都格仁波切时，就看得出他拥有丰富的佛法知识，也跟常人显得不一样。于是就询问了他的身份和来处。当我得知他曾经在图登达杰林工作，且为了到寺院出家而毅然放下美国的一切，来到达兰萨拉时，我当下就认为他的前世必然是与佛法息息相关的。我十分感动和欣慰，便给他献上哈达。那时候我只是一个普通僧人，身上也没有多余的钱。达兰萨拉的气候十分寒冷，仁波切给了我一些衣服。后来在寺院里，仁波切每隔几个月都会给我送来一些钱，让我可以购买牛奶和药物。如果仁波切一直都留在寺院，他早已是一名大格西了。他早已完成一位喇嘛所要完成的大部分仪式，却郎等，就只差格西供养仪式。然而布康康村却在那时候请求仁波切到国外募款，仁波切才因此没有继续留在寺院。我最初听到赞都格仁波切将到国外募款时，原以为他还会在寺院多逗留一阵子，先取得大格西资格。毕竟他出国的目的是为了康村圣人的福利，而不是为了个人。然而仁波切总是为他人、为众生着想，因此他并没有多逗留，反而为了康村立刻启程国外。事实上，仁波切的心愿是一生专注于禅修和修持，但由于前世累积的功德，让他无法像平凡人一样过生活。赞都格仁波切其实已经修完所有格西课程的经典，也已经掌握了这些学问。修读这些内容一般需耗时多年，
但由于占都古仁波切的前世经验，他只需要上师的少许指点，就能很快地掌握那些内容。仁波切对这一切十分熟悉，那是因为他在前世就已经是一位真正的仁波切。然而，为了作为众生的典范，他今生必须再度经历这项学习的过程。甘丹萨济寺共有2所寺院，分别是甘丹萨济寺和甘丹讲之寺。一般人只会帮助本身的寺院，然而仁波切虽来自甘丹萨济寺，他却把甘丹萨济寺和讲之寺视为同一所大寺院来帮助。他这么做是因为他是一位转世高僧，拥有一颗菩萨的心相续。在我们的寺院里，只有占都古仁波切一个人做出如此大规模的支持和贡献。寺院实际上共派遣了10至12组人到国外募款，但占都古仁波切才是协助寺院的最大功臣。那刚刚为大家念的这一段呢，就是我们图片中就是大家在画面上看到的中间的这一位，这位是甘丹萨济寺的前戒律师，尊敬的格隆善师，回忆起当年仁波切的在寺院的一些情况和当时发生的事情，给出的一些感想。那他这里有特别强调说，就是仁波切怎么说呢？他是说仁波切当时就他其实已经快完成他已经修读完他的格西的一些课程内容了，那就只考取格西的一个学位。那他以为正常情况下大家都会先把这个格西，因为格西就等于是我们的一般大学博士的一个学位。那所以他认为仁波切应该先这个按照正常情况下应该会先把格西考了，就考取了这个资格过后才出国。但其实他没想到仁波切是一来他是答应了上师，二来他想到在当地在寺院里许多僧人就无瓦遮头，就没有一个像样的地方住，所以仁波切呢就一刻都不等的就立刻动身向马来西亚筹款。那其实可以想象，就是现代人来说，就好像你念书已经念到了就是博士，就快毕业了，可能就想进行论文答辩了，那却突然间就为了更重要的一些事情就什么都不理了，就学位也不拿了，这样子的情况，从这位格隆善师的话里，其实看得出，他一方面是觉得可惜的，但另一方面呢，也是觉得是尊敬和钦佩的。那他讲，但是他说其实他明白这仁波切他一生的心愿，其实他真正的心愿是专注在禅修。那这也是我们所知道的，仁波切想要过一个平静的生活，专注在禅修，静静的做闭关。但是他这里也特别说，他说，但是由于因为仁波切注定不是一个普通人，注定不是一个凡人。由于他前世的一个祈愿，而且他前世累积的功德呢，他注定他没有办法像我们一般人这样就能够我们决定想要做什么东西就能够去做。那仁波切只是一个简单的心愿，想要在寺院安安静静的去闭关呢，却也不能。那他认为这是一个他的宿世的一个使命的一个使然。那他这里还有特别讲到，就是甘丹寺总共有2所寺院。那一般圣人呢，他们比如甘丹萨济寺2所寺院分别是甘丹寺、甘丹萨济寺和甘丹讲之寺，就是甘丹寺的两个分院。一般圣人呢，他们就是一个其实每一个寺院嘛都相当大。那一般圣人如果说筹到善款之后呢，他们基本只会帮助自己的寺院。但这位格隆善师却发生到仁波切呢，他只要筹到钱的话，他都会去照顾这2所寺院的人。他讲这样子的做法呢是很罕见的。那就根据仁波切本身的一种转述，他自己本身的话，他说他之所以会这么做，他其实很谦虚的，他就说他完全是因为他受到他的上师拿蒂仁波切的启发。那就是说他在寺院的时候，常常有些时候就突然间，因为寺院其实生活很贫困嘛，那
吃的其实也是非常非常简单，每天都是千篇一律的。那有些时候呢，食物就突然变得比较丰盛了。那仁波切就会问，这是哪一位？是谁的一个赞助？那寺院的僧人，当时因为仁波切比较信，那寺院的僧人就是以一种很理所当然的一个语气，就是说，还有谁呢？那就是拉蒂仁波切。所以这个尊贵的拉蒂仁波切是仁波切在甘丹萨济寺的上师之一。那仁波切听了就觉得这十分有道理的，就是说，那应该是不分自己的母氏了，就是能够帮的话就尽量一起帮。所以仁波切呢，他自己也秉行了这样子的一种做法。那这是他谦虚的归功自己上师。那所以当年呢，他在就供养3000尊文殊像给甘丹寺的时候，他其实供的并不只是自己的甘丹萨济寺，而包括了甘丹讲智寺，所以才总共有3000尊，或者还有文殊菩萨的供养。那这里呢，还有这一段呢，就特别就是这位格隆上师特别提到的，就是说，他讲其实当时寺院并不是不曾派遣圣人出国筹款，他说其实事实上是有的，寺院派遣的不止一组人，他总共派遣了10到12组人到国外募款。那这10到12组人中呢，真正完成的。就真正能够完成这个大计划的，其实基本上就是只有仁波切。所以这位格隆善师写就是所说的这些呢，是怎么说呢？让我们更加清楚的了解到仁波切就是他从年轻，就是当时他只27岁的一个年轻僧人，他在27岁那一年，作为一个刚刚出家。4年的一个从国外增长的一个人来说，就他所做的其实是一个具有很大的慈悲精神的修行人才做得出的事情。那我们从这里可以看到呢，其实这有可能极大的可能性就是他来自他的一种就生生世世的一种修行的一个印记。好的。那介绍完这一位格隆善师就是对仁波切的一些感想之后呢，我们再介绍这一位，这个也是说的蛮多的。那这位是就最右边那位戴眼镜的，那这位是甘丹萨济寺诊所的前所长，尊敬的格西讲须多杰。那我们大家都知道，就是仁波切当时他筹款，他前来马来西亚弘法啦，筹款啦，他就是他其实是也其中这个款项呢，也捐赠给甘丹萨济寺的诊所，就是为这位诊所添购基本的一些设备之类的，药物之类的。那相信这位甘丹萨济寺诊所的前所长对仁波切有相当多的一些接触。那这位诊所前所长呢是这么说的，在这里给大家念：堪树仁波切和赞都古仁波切的关系始于赞都古仁波切进入宋拉章的时候，他们之间的关系十分坚固、密切和纯净。那是一种遵守清净三昧耶的师生关系。在上师身边的时候，赞都古仁波切从堪树仁波切那儿接受了许多教诲。后来，赞都古仁波切透过本身的努力，建立了自己的拉章，并迎请堪树仁波切前来跟他同住。赞都古仁波切也邀请堪树仁波切到马来西亚和新加坡。正因如此，堪树仁波切在这两地也颇具名望。赞都古仁波切的世俗精神，并不仅限于合十和顶礼等这类外在的表现。他无微不至地照顾堪树仁波切，从服侍用药到起居饮食等都事必躬亲。他甚至还事先品尝食物中的盐、油、糖量等，
以确保一切都符合看书仁波切的健康需要。詹都古仁波切经常带看书仁波切到各大医院检查，确保看书仁波切的糖尿病能够得到最佳的医疗照顾。在寺院的时候，詹都古仁波切实修佛法多年，他曾担任教育计划秘书职务。后来，仁波切在布康康村工作，并在上司的指派下前往国外，自此他对布康康村做出了极大的贡献。詹都古仁波切曾分别供养甘丹萨济寺和甘丹拉齐，也就是主要大殿等几所寺院各一尊3尺高的至尊武士教仁波切像，也给寺院僧人供养茶、食物和雇佣，并给每一位僧人供养僧袍，包括曲柜和廊架。此外，他还赞助了甘丹拉齐的大理石地砖，耗资180万卢比的汴京厂地板，以及耗资8万美元的甘丹萨济医院。另外，除了赞助萨济杂仓教育计划外，仁波切也资助了好几所寺院。詹都古仁波切总在各方面协助寺院。不仅如此，他也帮助邻里的在家众，为他们送上米饭、食用油和大麦等。仁波切常常雇佣1辆吉普车，与布康康村一位名叫中珠旺秋的僧人一起将这些物资派发给贫穷和有需要的人。除了这些，还有许多时候是我所不知道的，但每当詹都古仁波切前往尼泊尔，他也会协助当地那些贫困和有需要的人。詹都古仁波切总是为他人着想，他拥有一颗真正的菩提心。他无私和只想要利惠他人的行为，显示他充分实践了佛陀的教诲，这是我明确知道的。尽管詹都古仁波切在新加坡和马来西亚生活多年，他唯一的心愿始终都是弘扬宗喀巴大师的法教，而他也一直都心系甘丹萨济寺。由于他的众多前世都与寺院有着密切的关系，他心中一直都记挂着甘丹萨济寺，而他的弟子们也时常支持和资助仁波切的法业，对此我深表感谢。在这末法时期，实修佛法并非易事，在这个时代，佛法的增长面临着重要的障碍。佛经也指出，这是佛法最能增长的时代。我们只能听闻诸佛如释迦牟尼、宗喀巴大师和星子的名号，却无缘亲见他们，留下的只有他们著作。举个例子，在我们的寺院，迦杰赤江金刚持、迦杰颂金刚持、迦杰泽美金刚持等都已经圆寂，剩下的只是他们的名字，而他们的转世也都还年轻。因此，在这段艰难时期，詹都古仁波切常驻世间是很重要的。如果詹都古仁波切的寿命仍为100年，我们应当祈请他更为长寿。那这个刚才念的这段相当长的这一段呢，就是这位尊敬的格西讲须多杰，也就是甘丹萨济寺诊所的前所长，针对詹都古仁波切的一个怎么样他的一个认识和看法。那其实他所说的，他所分享的内容呢，就跟大家我们所听到的，也跟大家分享的，其实都大意都是相当接近的。就是仁波切对上师，跟上师的三昧也是十分亲近的，这几乎已经成为仁波切最大的特征之一。那而且呢，他做人事情呢都事必躬亲，总是以他人的利益作为就是首要的一个考量。另外呢，就是他是非常的一个慷慨，非常的就是能够把所有的自己所能够找到的，或者是自己能力所及的一切呢，都用在别人身上。那包括他所筹集的善款呢，他也就是除了自己有的，他也为了为了寺院的福利，为了佛法的需要呢，他会让自己就尽量的去筹集更多的善款来协助就是佛法事业的一个增长。那除了佛法事业之外，仁波切其实他对怎么说呢？对众生对人嘛，
就是对贫穷、对有需要的、没有食物的人，他都是特别照顾的。所以这位甘丹萨济士诊所的前所长呢，他说他也听说仁波切常常帮助寺院呢，帮助在营地就是当时在营里的这些在家众啦。他的帮助呢，并不只是说刚好看到就帮，他是特别的还雇佣了一辆吉普车前往，就是那些贫穷人的家里去分派米粮。那不只是这样，他即使是前往尼泊尔朝圣的时候，他也是一样会去帮助当地的人。那这是他的眼中，他这里就是他也特别说到，就是说在这个很多大师，这个是好几年前的应该是好几年前的一个怎么说呢？就访问的一个稿。他说当时在那个时期是有点在格鲁众上师之间是有点在处于比较尴尬的时期，比较青黄不接的时期，就是我们的去至尊圣仁波切的现任转世啦，当时至尊圣仁波切现任转世啦，那迦叶真美金刚持啦，这些他们都已经圆寂，但是他们现任转世都还年幼，还没办法弘法。他说在那个时候，他就特别强调说，仁波切是那个时候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支柱。所以这个刚才跟大家分享的就是这位甘丹萨济士诊所前所长的一些对仁波切的一些感想。那接下来我们再多分享2位3位，是比较短的。这个呢是这2位也是由于像素的关系，所以图片都比较小。左边这位呢是尊敬的格西丹真达巴，他是欧纳嘎苏市的僧人。他说：“我十分熟悉赞都古仁波切，他对佛教的许多事物都深感兴趣。他的父母要他像一个普通人一样成长，在一般学校受教育，然后结婚生子。他们认为那就是美满的人生。然而，他从一开始就跟其他孩子不同，他很特别，热切的想要找寻一位上师。后来他找到了最佳的上师，接受了许多教诲，并实修佛法。最主要的是，他前世是位神圣的人，因此到了这一世，任何人都无法阻止他再度成为同样的人。”那这位尊敬的格西丹真达巴呢？这位是在仁波切童年时期的所认识的一位僧人。他转述的就是我们所知道的，就是仁波切的家庭情况怎么样，家庭背景怎么样，他的父母是怎么样的，就是他很清楚知道，仁波切的父母其实并不希望他去往佛法这方面前进，而希望他能够过一些平常人的生活，结婚生子。但是仁波切呢，也自小就显露出他与众不同的特点，对佛法的坚持。所以他讲到的是说，他相信仁波切前世必然是一位神圣的人，所以到了这一世呢，是没有人能够阻止他继续这么做下去的。那么这一个就是左边的这位尊敬的格西丹真达巴对仁波切的一些看法。那右边这位呢，这位是尼山寺的尊敬的格西洛森嘉措。那他也是仁波切就小时候就是认识的一位出家人，一位僧人。他说他父亲就住在附近，他父亲不喜欢他诵经祈愿，要他留在家里，长大后结婚。他父亲叫我不要教导他的儿子，但仁波切喜欢佛菩萨，他喜欢祈愿和禅修，他喜欢僧人，他喜欢佛法。我记得他是一个好孩子，拥有很好的业力种子，有很强烈的学佛天赋。每当有人给他一些钱，他就会到这里来给寺院做供养。那他这位尊敬的格西洛山嘉措，他对仁波切的追溯，就是讲到了小时候呢，他跟每一个人说的，其实是大家可以看到，其实他都是相符合，就是说仁波切的父母
不喜欢他去寺院，他父亲就叫他留在家里的，而且父亲还叫这位僧人呢不要去教导仁波切佛法。但是仁波切呢，他讲仁波切，他的印记是很深的，所以他不管别人怎么阻止，他总是能够，就是总是会找方法，去学习佛法，而且是有很好的一个学佛的天赋。那还有一个特点呢，我留意到，他在这里提出来，就是说，这仁波切当他还是一个孩子的时候，就有人给他钱，他都会拿来寺院做供养。那你从这里你可以看到，就是一般小孩子如果身上是有一些钱的话呢，他们可能都会去，就是可能买糖果啦，或者给自己买玩具啦，或者是买礼物之类的。那仁波切却跟一般的孩子完全不一样。他身上有钱的话，他第一件事情就是到寺院做供养。从这两位自小就认识仁波切的僧人身上所转述的一些话里面呢，我们也可以看到仁波切的，就是他小时候的一个自小就有的一个特质。接下去呢，这两位是蛮长的。好的，那由于时间的关系，我觉得，那我们这一节的分享呢，暂时到这里。下一节我们再继续为大家多介绍多几位，包括仁波切小时候的，就是跟他一起前往佛教中心的尊敬的阿尼都登张一，还有当时那个尊敬的阿尼洛山卓玛，还有一些衡山寺的格西的对仁波切的一些就是评论的看法。那好。那在结束之前呢，我们就跟往常一样，我们以一个好的发心，那我们就随喜自己去听闻这位伟大的一位上师的一些生平的一些生平传记，那也让我们能够发起拥有一个同样的一个心愿，能够希望自己将来也能够成为具有同样的一个品质的一个人。那以这个祈愿呢，我们作为一个回向。如宝珍贵菩提心，未生出者愿生出，已生出之菩提愿，岂不退转倍增长？如宝珍贵之空性，未生出者愿生出，已生出之空性宝，岂不退转倍增长？愿以此修一切功德，利益所有众生诸法弘。显明至尊善慧名称师，所摄佛法心要诸圣教。唯愿世世不离真上师，唯愿随时享有圣正法，并于地道功德圆满后，迅速证得金刚持果位。愿我趁此善根力，速即成就上师佛，一切众生尽无余，悉令安置师佛地。愿以弘扬中喀巴法王正法理则记，直系障碍之征兆，一切顺缘悉圆满。我及他人之三世，一子相属二之意。祈愿善慧名称佛，教法永驻圣增长。愿昼吉祥，夜吉祥，昼夜64恒吉祥，一切事中皆吉祥。唯愿三宝常摄受，至尊上师身受永稳固，妙善法业普及遍十方。善慧教法聚光照三域，众生未尽其行恒常住。好的，谢谢大家。